镜头登来看咱台湾的国家交响乐团，去年去美国巡演，真受到欢迎。后个月嘛，佮继续要去澳洲巡演。咱公司的团队真正mau带团去到美国，为因做记录。今仔日就举行纪录片的首映会，那希望大家会当看到乐团的艰辛苦涩，嘛看到乐团透过音乐来达成国民外交。 地方，然后让这当地的人去认识说，哦，这是台湾乐，这是属于他们的面貌跟他们的声音。NSO 国家交响乐团去年去美国巡演，伫咧当地受到热情的欢迎。后个月特别去澳洲巡演，用招牌安可乐曲，让大家听到来自台湾 DNA 内底声音。那所以《福尔摩沙的天使》这首作品很特别，它是一个管弦乐的创作，但是好像不需要语言，就是听到萧老师的作品就可以感受到来自台湾的这个 DNA 里面的声音。公司团队去年对乐团去到美国翕巡演的纪录片。 今仔日，这支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嘛举行首映会，表示这场巡演绝对不是单纯的演出尔，是透过音乐嘛要来达成国民外交。它的规模很大，对，然后人物很多，然后整个巡演其实不只是演出这件事情而已，像去双向园呐，就是这其实有点背负了这种软性外交的这种使命。我想爸爸妈妈。哎呦，爸爸妈妈也想你呀、爸爸妈妈还想你。 跳脱平平描述无起无落的纪录片手法，导演讲，伫咧摄影的期间，上使人难忘的，就是记录着幕后的踏踏滴滴。一般也是看到他很优雅的在弹那个竖琴，那刚好竖琴老师在行前之后，我们刚好碰到他，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包包里面装满了40几条琴弦，有时候可能在 演出的时候就会断掉，然后他就必须要偷偷的换这样。乐团伫咧后个月，搁要前往欧洲的古典乐圣地瑞士、德国甲法国，展开疫情以后的第2届巡演。乐团嘛希望透过台湾交响乐，让世界各国会当熟悉到台湾的好声音。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